又嚟到兒童房嘅環節啦。今日同大家開箱3個唔同類型嘅兒童房，包括1人、2人、3人嘅兒童房，一齊嚟睇下可以點樣設計。首先就係1個小朋友住嘅，我哋將睡床架高就可以空出下邊呢個休閒嘅區域，俾小朋友玩樂啦。咁梯櫃就可以保證一定嘅儲物量啦。考慮到小朋友嘅身高，可以喺梯櫃旁邊做翻啲側櫃，使用起身就好方便啦。跟住我哋睇下2個小朋友住嘅多巴胺配色，向來都係小朋友嘅至愛，方便收納。最簡單嘅辦法就係做上下床啦。咁床底同埋梯櫃就可以用嚟儲物啦。書台櫃就梗係做成玻璃櫃門啦。咁樣中意嘅公仔同埋讀物都可以擺出嚟，一眼就睇到啊嘛。跟住落嚟呢間3個小朋友住嘅兒童房，好受網友歡迎噶。卡通嘅造型成為小朋友嘅秘密基地。上下床坐落嘅好處就係可以喺下邊做多張書台同埋衣櫃。設計師度好下床嘅位置，仲可以做多張紙床出嚟添。住3個人都唔會覺得逼仄噶。睇完呢3間兒童房，你有冇需要？有嘅話就即刻 PM 我哋啦。